永赐的糕饼厨房像是个客家食材结合地方特色的实验室。客家喜欢进酒，所以说做这样的方式，我不用是用多少。面酿金纸皮拌入冬瓜、凤梨、野果，加入核桃，再以锡饼饼皮包覆。饼模是自己画制的蒸汽火车，用来纪念圣心车站火车复驶。烤好的车站饼像3义风情的纪念章，龙腾断桥饼也别具意义。我们要怀念以前的先民的那种制作那个糯米桥那种的感觉。里头的地瓜馅带着对儿时吃苦耐劳的感念。闽南籍的蔡永赐年轻时来到3义落地生根，生活习惯都受客家影响。这个很香啊！哎呀，我们常常有时候会，做一做有剩的话，我们就会煮汤，煮那个水啊，就是紫苏水来给大家吃。活用材料，紫苏也拿来做糕饼。蔡永赐喜欢活用生活周遭的素材，在儿子眼中，爸爸很天马行空。他都想一些别人不会想到的东西。这款木雕饼就是蔡永赐的创意，2层饼皮加入大把红豆，塑造年轮形状。所以这样就好了吗？没有，还要经过第2次整形。哦，所以这个其实做工蛮繁复的，对不对？大做周周安幕后不用撩，大做周周安幕后不用撩，从早忙到晚，没时间休息。对，还要加工，让外形有木纹造型。烤好的成品口感扎实，还传递木雕风貌。蔡永赐特别在饼铺里陈列木雕饼模，让客人把饼吃在嘴里，也能把对3义更多的理解记在心里。喜欢去想、去尝试，蔡永赐希望他的糕饼不只是商品，而是能够传递3义在地特色的文化财。大做周周安，幕后不用撩；大做周周安，幕后不用撩。